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我哋几多人我因为工作嘅关系，到台北啦、无路台中，我用睇都市真係去尋工作。我有幾多人喺工作嘅好幾十年以後，差唔多退休嘅時節，我想到講，過去這個嘅狀態，這個以前出生嘅地方，去喺生活。你今日又想到內邊攞喺來自我哋屏東縣茶山鄉，還有喺我哋最南邊嘅一個客家莊。玻璃村的社區發展協會的總幹事鄭麗琴，一路係按個典型的一個情形吼，因為以前嘛喺台主真的工作，但是回到一個玻璃村，而家嚟照顧一位媽媽同事嘛，變成一個總幹事，佢到底在中間發生乜事情咯？我哋馬上訪問今日麗琴姐來到來現場同我分享以下嘅故事。麗琴姐你好，主持人好，台卡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麗琴姐你好，因為其實我哋頭一開始啊，都已經有講到講，從我哋做企業人哈，過多晚些時間都睇可能喺總台有上班嘛哈，但是他也有可能會去台都市的這個工作啊，好，然後他們到退休的時間，因為想到講倦鳥歸巢哈，就是歸到這個落卡地方。我想請問一下哈，因為其實我知道說您後來都是在台北工作嘛哈，那您是什麼時候開始離開保利村的呢？大概是國小畢業之後，就到外面求學，就住校，然後初中、高中，一直到在台北上學，然後畢業之後就一直在台北工作。我想請問一下，為什麼是小學畢業就離開了？因為保利附近沒有初中嗎？有國中，那但是因為我爸爸他，也是蠻注重教育的，因為我爸是國小老師，所以那我們家是務農嘛，那我媽媽是希望說我們家4個小孩子可以去外面住宿，這樣子不會受到家裡這個務農的隨時要幫忙的這個情況打擾到讀書的時間，這樣。嗰時其實媽媽其實為到能讀書吼，都希望講能晚些嘅時間都叫佢出去外面去學習嘛吼。但是至少因為有時間種田真的規模還好，種田真的是很沒有空。有時候我想說啊，小孩子小學了，已經夠可以幫忙了，好就會真的會把小朋友叫去田裡面去幫忙。對。可是你的媽媽剛好相反，會希望說其實那個時候。人都可以去外面學習，然後至少看一下世面嘛，看一下世面。可是我想請問，就是說，初中在外面住宿一個人不辛苦嗎？因為我在家是排行老二，那我姐姐她先去住宿了，因為我們家兄弟姐妹都差2歲，所以我姐念初3的時候，我就初1，那我初3的時候，我的大弟又初1。所以就是一個照顧一個，那在學校住宿就會比較有伴，有可以有可以問問題的姐姐啊。好，嗰時候其實就喺咧初中你讀吼，這個3年生都1年生，然後你等3年生的時候，你弟弟又1年生。好，嗰時候其實雖然講喺按時都出去外面讀書，但是其實就還是有人照顧啦。但是到了高中之後，因為不見得都考上同一個高中嘛，所以那個時候就真正你開始獨立一個人生活的一個時候。對。我們念私立初中的，父母親的用意就是希望說我們可以考到比較好的省立高中去嘛。那後來我姐姐她考上第2志願，那我是考上高雄女中第1志願，那我大弟。還有我小弟也是上雄中，第1志願。所以說就像媽媽當初的期待了哈，真的就是說不要因為家裡面是務農，結果因為務農而耽誤了一些學業上的一些進取。那後來其實這樣子的話，等於是雄中雄女的話，其實後來考上大學，甚至去找到好的工作，其實都算是一路風順了吧？我自己的話，考大學並沒有很順利，所以我後來是念了私立大學的夜間部，對。那畢業之後就在我親戚的公司工作，這樣。那這樣子的話，在他們工作一直工作到退休嗎？對。
所以说都一直在台北生活。对，在台北，然后在同一家公司。照理说，其实你等于是在你人生里面，喺你庭外面的你的比睇玻璃村的你的个多啊。对，那这样子为什么还会想要回到保利村？其实我在工作出社会之后，我其实大概1-2个月我就会回保利，回我的故乡一趟，所以我对乡村生活啊，或者是说我的故乡，其实是蛮眷恋的。所以突然在我退休之后，我爸爸他有一次在电话中就跟我提到说，我妈身体就是每下愈况，那可能家里要请外劳来帮忙这样子。那其实我一直心里都有一种声音，我觉得说我将来很有可能会回到故乡去住，或是在那边养老，不一定。我一直都有这种念头。那我爸这样跟我讲说，我妈需要请外劳协助之后，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应该回去陪伴我的父母？哎，我心里想说，我们从小兄弟姐妹就都离开故乡，那跟父母相处的时间非常的少。那现在父母亲就是两老就住在乡下，那他们80几岁了，需要我们去陪伴的时候，那我就想说，反正我也退休了，然后我虽然结婚了，我先生也过世了，那我也没有小孩，我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没有家庭的牵绊，那所以心里虽然很纠结，因为你要放弃台北所有的一切，然后要回去故乡常住这样子，但是我在台北这样想，我也都快得忧郁症了，因为真的很纠结，因为回家你不知道说可能要回去，甚至几10年都有可能啊，那所以后来我觉得说，我晚回去，我不如我就早点回去，好好的把这个我该做的事情做好，这样所以我后来我就决定了，我还是要回去，就是陪我的父母。您说那个时候其实你在台北的时候，大概常常会回到保利去，可是我就直接说好了，因为其实保利不是一个交通那么方便的地方，它不像说高雄，我就高铁一个下来1个半小时，从台北就下来了，然后看一看，我还可以1天台北下高。可是你知道到保利就很麻烦，就是说你到了高雄，也许坐垦丁快捷，说不定到保利有的下，不然的话你可能真的要到恒春里面又再回头到保利村，交通不是很方便。可是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让你这样子那么频繁的回到保利村呢？其实我那时候会1-2个月回保利，也是因为我还有曾祖母啊，那时候我曾祖母都还健在。那因为我爸爸是独子嘛，所以他的父母亲就是我的祖父祖母都必须还是要跟我的家人，我的父母亲住在一起啊。那我就不知道，我觉得我好像对老人家我跟他们蛮有缘分的所以我祖父母还健在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常常回来看看他们，就这样而已。所以那个时候你都怎么搭车啊？那时候坐客运车，然后到高雄，然后再换客运车，所以光回来就要1天。那可能我大概就是工作放假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刚好连假，或者是说我请1天假，虽然是我自己的公司啦，但是我也是要跟员工那个告假这样子，所以回去1天，然后这样子光交通耗费就要2天，所以在家里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啦。但是就是想说，因为我们不常回来，老人家他久没看到你，他搞不好就把你忘记了，或是跟你就是很陌生了。那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回来看看家人这样子。所以说，即便是路途非常遥远，或者是它的交通是目前来说没有那么方便，可是你还是愿意这样子1-2个月就回到保利村去。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其实你回来保利大概3年了嘛，哈。3年半。那一刚开始因为就是妈妈身体不舒服，然后回来照顾一下。
可是照顾为什么要去当总干事啊？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爸爸他虽然是80几岁哈，但是他也很热心啦，所以他被选了当了那个我们保利社区的理事长嘛。所以我回来的时候，我爸爸刚好是还在当理事长的。那大概1年多之后，他就卸任了嘛。那卸任之后，因为我爸也看我就是常会去社区帮忙啊，然后跟老人家有互动啊，他就觉得他觉得我也蛮热心的啊，所以就跟那个新的理事长推荐说，那我来当他的总干事来帮忙他推展社区的那个业务啊运作啊这样。对，因为底下有没有过头讲理事长下面是总干事嘛可是知道的人就会知道说理事长是出嘴巴的总干事才是真的是最忙的那一个执行的人。对，没有。不过我觉得其实因为您在台北啦，其实你的工作资历其实是非常完整的，所以说其实回到乡村里面做总干事，我真的觉得是最好的一个角色，因为其实真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乡村的很多社区发展协会里面，很多人不要说把它文字化，甚至连电脑都不大会使用。这其实在我们很多乡下的社区发展协会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我相信你今天当总干事的话，其实可以解决很多，不管是文书上嘛，甚至是一些事务沟通上的事情。故事因为当初照顾妈妈几多玻璃两个的李庆在梦想都因为爸爸为了设计做个总干事，但是伊除了做总干事以外，伊嘛做过几多别的事情休息下我哋买过多个精彩故事。欢迎过来，福起来！上档节目，我哋来自屏东县茶上乡玻璃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我哋咧郑李庆在轮到我哋现场，可能讲当初做乜我几多玻璃出。我想问一下因为头已经讲到迄人做总干事嘛因为其实我哋讲玻璃村睇下经验各位很努力的去想把客语去捡回来。因为其实保利村的很多人都已经不大会讲客家话了，所以说他们这几年在不管是在客委会啦，或者是说屏东县那个客家事务处的一个协助之下，他们很努力的希望把客语的这件事情去把它捡回来，让他们也很多老师开始下去教客语嘛那你自己身为一个总干事，那其实在您接下总干事的一个工作之后，您对这样子的一个社区发展协会有没有什么期许，或者说你曾经做过了什么样的活动？因为我们保利客家庄大概在清朝的时候从六堆那边移民到我们保利庄来。那因为附近都是闽南人居多嘛，所以在几代之后呢，我们的客语就渐渐的式微，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整个村庄大概几乎没有人会讲，也听不懂。那现在政府呢，就非常的注重这个少数的团体嘛可以把他们的原来的基础再发扬起来，所以我们保利客家庄也是很希望说，客语的话是不是可以慢慢的把它捡回来。那所以我们有一个车城乡客家文化发展协会来推动，我们村子的还有另外一个同埔村这2个村庄都是客家人，但是都不会讲客家话，把我们流失很久的一些客家的文化再把那个复兴回来。对，这部分我想请问一下丽青姐因为你给史姐讲你小学的时候就离开了嘛其实在之前你还在保利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应该说不知道。对，
因为其实那个在某一段蛮长久的一个时间里面，其实你若是没有人专门去提的话，其实保利跟同埔两边的人也都不觉得自己是客家人。是啊。然后一直到后来慢慢有一些学者说啊，其实保利跟同埔是我们从六堆移民过去的，好一些，甚至有一些后来回推，就是说有一些保利的一个居民。他回去祭祖的时候，会回到六堆里面去，譬如说竹田啊、万峦里面去。因为假如说他们还追溯得到的话，他们都还回去祭祖，就是说他们还记得自己是客家人的。对，所以说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都已经还不清楚自己是客家人。对，在我们小学的那一代，大概已经不太讲说我们是一个客家庄或是客家人。对。那甚至我们在外地求学。人家也不觉得说我是客家人，那我也不知道说我就是客家人。那你是大概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客家人的？老实讲，我也是因为3年多前回到我的故乡保利庄来，然后有一个客家文化发展协会会办一些活动啊，来再把这个客家的那个习俗啊，或者是传统文化。在举办，然后我才渐渐的原来我是客家人，我们整个就是一个客家庄这样子。那个时候有没有非常惊讶？很惊讶，然后也很希望说有机会的话，其实应该要把这些客家的东西再发扬回来这样子。对广东啊，但一般讲，如迄个睇客家庄啦，万岁咧讲客家话，伫即个客人的人来讲嘅话，其實廣東常常講，萬歲即個唔係迄客人，然後太也很多反而即個係客人。但是對我哋咧玻璃村來講，咧同埔村來講，伊也經驗，伊政府嘅伊啲政策嘅關係，伊哋開始去提講即個係客家人，也係伊啲客家村莊以外，伊哋嘛幾努力要夾夾講，希望客家人聽書，把伊哋咧客家文化啦，甚至伊哋即個客家嘅母語。可以慢慢的念過來。佢除此以外呢，其實我哋呢件事，我們可以咁樣做個按樸素呢。其實吼，伊其實睇沙琪嘅時候，我教我哋沙琪嘅媽媽吼，伊咧中東嘅肚皮膚。我想請問一下立新姐，因為其實跟您的形象真的是差很多啦。就是說，為什麼您當時會在社區教中東的肚皮舞嗎？我們先回到開始。你怎麼會想要去學肚皮舞？照理說，您今天的一身裝扮，你應該去學什麼國標啦，或者是說學那種什麼比較古典的舞。可是你為什麼當初會去學所謂的肚皮舞呢？我在退休的那段時間，我想說，那退休之後就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嘛。那我後來就想說，我去社區大學去學習。那我就選了一個靜態的課程，還有一個動態的課程。那靜態的課程我就選了一個日文。那時候中東肚皮舞也是引進台灣沒有很久。那我想說，那我也看了很多的錄影帶或什麼的，我覺得這個舞蹈蠻有魅力的，然後又可以鍛鍊自己。對，那後來。社大也有開這些課程，所以我就去選，然後去學習這個肚皮舞，這樣子。後來您回到保利村之後，你也把這樣子的一個算是中東舞蹈的一個學習的結果，跟社區的媽媽一起分享，是不是？是啊，我在剛開始學習肚皮舞的時候，其實就是抱着一個學習啊，然後娛樂啊這樣去學。那大概學了。看了3-4年之後呢，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我覺得我就學出興趣來了。然後我就開始想說，那我是不是將來，也許退休之後，就是是不是我哪天我會用得到去教人家，然後我可以把我的表達能力啊，我要怎麼樣把學到的東西，然後教給別人啊，在表達能力上，還有我的體態的這個調整上面啊。也許都會有幫助，我就想說，那我來試試看，我是不是把它學到一個可以當老師的一個程度，然後到那時候再看看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所以後面幾年我就很認真的在學習，那像也有請家教老師到家裡來教，然後也有去
泰国啊、中国大陆参加一些研习班啊，这样子。然后那就之后回到故乡来了嘛，要陪伴我的父母。那又到社区啊去帮忙啊，然后跟长辈带他们做一些健康操什么的。那我就到社大啦，社区大学去开了一个中东肚皮舞的这个课程，对。所以说后来你真的就是非常花心思在学习中东舞这件事情。那譬如说像这样子中东舞这样子的一个舞种来说好了，因为它比起譬如说国标啊什么之类的，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中东舞的那个样子可能就会让人比较害羞一点。那当时的招生方便吗？其实我刚开始招生并不顺利，我第一个学期只有1位学生，但是开不了课了，所以又等了1个学期。那在第2个学期、第3个学期就有10多位学生来上课了，这样子。那一般人来说，譬如说，上课的人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我在恒春社区大学这边其实还没有男学员过，但是我之前在北部学习的时候，班上是有男学员，然后去外面研习或是有比赛的那个场合，它是有分男生跟女生的比赛，是有男生在跳肚皮舞，而且都还跳得比女生还更有魅力。对，我想其实可能一般人对于肚皮，应该说是中东舞的一个刻板印象，真的会觉得说，那好像是比较适合女生去跳的一个舞种。不过，假如说以纯粹健身或者是说运动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它就真的是没有多分的性别。那这样子从社大后来到社区之后呢，社区来说的话，妈妈他们的接受度怎么样？其实社区的妈妈因为都比较年长啦那思想都比较保守，但是呢，他们喜欢看我就是有表演的时候，他们会很仔细的看，但是我要教他们就接受度没有那么高，所以我在社区呢，就是会带一些健康操，或是简单的流行舞。这样子就是等于是慢慢的把一些算是舞蹈的动作去慢慢的融进去了。其实我们知道说，你不仅是有在帮社区去教所谓的中东舞嘛而且你还有去教钢琴。小时候啦，因为我爸国小老师嘛，那其实他也教过音乐，所以他在我们念小学的时候就把我跟我姐姐送去学钢琴。但是一直到大学联考之前就没有再学了，那所以我就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到大概40岁的时候，这中间都没有再接触过钢琴，也没有练没有接触钢琴。那在我40岁那时候呢，我就想说，我工作那么忙也没有小孩这个牵绊，没有生小孩。所以就想说，再把我的这个兴趣再重拾回来，所以我有请家教老师尤其是师大音乐系毕业的老师来，他们愿意到家里来教，那我就跟他们学。那我记得那时候大概平均10个月就想要换一个老师，因为我就觉得说，好像有曲目多了，但是怎么感觉没有什么进步嘞？后来有一天我就到音乐书店去看，那我刚好看到一本是台湾艺术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写的，就是怎么样练习弹钢琴的方法的一本书。那我觉得这个书对我来讲，一个出了社会又不是念音乐系的人来讲，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我，所以我就写信给这位教授，说我虽然说跟音乐系毕业的老师学了，但是我觉得我都没有进步。那我不希望说，我到45岁到50岁，我还觉得我没有进步。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因为这本书，就开始继续去走到另外一段不同的一种学琴的生涯嘛对。那嗰時其實我哋呢件在因為愛學琴嗰時已經發現了一本書，但是呢本書都係本意有乜嘅影響咯？我哋下一段節目我同講，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
欢迎过来，福起来！上个节目我是来自屏东茶上乡玻璃沙器发展协会的总干事，我哋郑丽琴姐来到我们现场，同人讲，当初因为去搞我哋中东的肚皮舞。我说想问一下丽琴姐因为刚刚其实你已经有提到说，其实后来你因为一本书嘛，觉得说好像钢琴可以用另外一种不同的学习的方法，那是不是跟我们观众朋友再讲一下？那后半段的故事是什么？好的，我在看了那本书之后，那我就写信给这位教授，因为我想，其实他书里面是写得很清楚怎么样练。那我想说，看这个书练，万一我又练不对的话，那不是就不好。所以我就写信给这位教授，我就跟他讲说，可不可以？因为以我的程度，教授可能不太会接我这种学生，那可不可以请你的学生教我这样子？那大概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教授家的地址啊，我就写到学校去。那还好，教授他有收到。那大概1个多礼拜之后，就教授他就打电话来，就说现在他的学生来家里练琴了，问我要不要去一趟这样。那我就赶快过去。那还好都在台北嘛，算蛮近的。那我去的时候，他们也刚好要下课了。那后来他就跟我介绍一下，后来我就真的跟他这位学生就开始跟他学，就是用老师所写的那套方法，他的学生来教我这套方法。所以后来我就跟这个学生大概也学了5、6年，都没有再换过老师。后来这位学生他出国去深造毕业了。后来我就直接跟这个教授学了。那时候我要特别要提的是说，因为这位教授写的这个钢琴演奏的艺术，钢琴演奏的艺术这本书，我自己是一个出社会的一个成年人，我也不是音乐系本科系的，但我觉得对我们学习上来讲帮助很大，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要怎么样来回馈这个教授。后来我就到书店买他这些书，买了好像是100本吧。我就打听到说他们那个系学会的这个会长，那我就请出版社把这个100本的书送去系学会，然后请那个会长再送给他的那个音乐系的学生这样。因为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音乐系的学生来了解这一套方法，这样我想对他们帮助应该也会很大。所以说在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你觉得说教授这本书，甚至教授自己后来教你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对你来说是受用很大的，尤其是对我们那种不是正科班毕业，或者说中间已经停滞了这么久的一个对于钢琴的喜爱者来说，它其实对你来说它的影响非常的深远。是，所以说你会希望说，其实更多的人都可以接触到这么好的一种教育的方法跟一种它的理念。那因为我知道后来其实你也到那个医院去弹钢琴，算是当钢琴的音乐的志工嘛，哈。对。那当初为什么会这样的契机呢？我去医院的大厅弹钢琴当音乐志工，是因为我退休了嘛。那我要退休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有什么专长啊，我可以去做这些服务别人的事情。那后来刚好有一个机会，医院啊，他要找音乐志工啊，那我就打电话去。那后来我就开始了在那个医院的大厅啊，就弹钢琴。然后我就想说，这样可以抚慰病患或是家属他们的心灵啊。借由这个钢琴的声音这样子。那在你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过程里面呢，有没有让你有印象深刻的一些场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位坐着那个老人车的那个阿伯啊，他不良于行哦。然后那时候我因为在好几个医院，每天排不同的医院去当音乐志工嘛。
然后我每次到这家医院，他就跟过来；去那家医院，他就跟过去，因为他还骑那种老人车哦，还要在那个马路上这样奔跑。我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跟过去，然后他就在旁边这样听这样子。那我就跟他讲说，虽然我很高兴，但是你这样很辛苦，而且很危险。我就跟他说，希望你要不然你就固定到那家，你1个礼拜来1次就好了，不要常常这样子跑来跑去的。对。因为以前我曾经就是因为家里面的人住院的关系嘛，所以说有一段时间都在医院，就是白天要跑医院那样子。我真的会觉得医院里面摆一台钢琴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仅可以缓和大家非常困扰的心，甚至有时候是害怕的心。那甚至也会有一些人，他可能因为我常常会在那边看，我就发现有一些真的就是妈妈带着一个坐在轮椅上面的小朋友，然后在那边看人弹钢琴，或者是一对看起来也是很年轻的，可能是年轻的夫妻，然后就是带着她的老公，然后这样子吊着轮椅，也是会慢慢的开始，当音乐开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开始围在那边。那这样子从回到保利已经3年半了嘛，那你自己从一个都市的生活回到一个乡村的生活，那同时你也看到乡村生活里面其实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那你自己会觉得说，以现在身为一个总干事来说，你会希望未来保利的或者是同埔或者是我们最南端的客家庄，朝向一个怎样的方向去前进？我想，以我自己为例的话，因为我从这么长的时间都在都市生活嘛，然后现在回到乡下来，就其实有很多我自己个人要适应的事情，譬如说要怎么样接地气啊，这个是第一步。那我的话，我就希望说，我要怎么样去表达我的关怀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做的，让社区的长辈他可以感受到说你是关怀他的，他来社区是有人真正的是发自内心在关心他，然后让他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温馨的地方，对，然后他愿意来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最基础可以做的。那是你这样子就是亲身已经待在我们的村庄里面去，那你觉得村庄里面还有什么样子不足的地方吗？现在因为长者都非常的高龄嘛，那甚至有时候他们生病的时候叫不到计程车载他们去医院，因为开计程车的人他也是长者，他也会生病，所以更长者他甚至有叫不到车子的这种状况，那社区就会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公部门的资源。那像譬如说乡村现在有那种小黄计程车嘛，那搭1次10块钱，那你固定的一个时间去那边等这个小黄计程车，然后他就可以帮你载到恒春的各大医院，看你要去哪个医院看病，然后他就帮你载去，然后再按照那个时间，他又帮你载回来。那甚至轮椅也可以上这个小黄的计程车，那在交通上面就可以帮他们解决一些那个困难的地方。那对于未来呢，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打算？我因为目前是社区的总干事嘛，就希望说我们村子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外漂族啊，可以尽量回到乡村来。那当然，我们村子因为本身是一个务农的一个聚落嘛，那如果要吸引外漂族回到故乡来的话，来陪伴他们的父母亲，或者是说要回来工作的话，那我们村子就必须要有条件足够吸引他们回来。所以我们社区团队就很希望说，把我们这个保利客家庄的这个观光做好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客家文物馆，把设备弄好，把该有的一些
软体都把它弄完整。还有我们有一个林顶自然公园吸引一些观光的游客进来，让我们就是这些外漂族他们如果愿意回来，有在生计方面可以有一些帮助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很希望说把观光可以做好，是我们的社区的一个愿景这样。那一般来说，假如说有人到了保利村的话，那您会建议他可以去什么地方来做参观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客家文物馆，那里面呢有陈列了我们祖先移民从6堆移民到我们保利客家庄使用过的一些生活器具，然后保留的还蛮完整的一些，像渔具啊、打渔具啊、农具啊、生活器具啊、炊具、餐具，等等那些生活上的用过的完整的物品，然后还有过去那个祖先穿过的衣服啊，还有一些珍贵的照片啊、文件等等，都会陈列在我们的客家文物馆里面。还有我们保利村一个后花园，就是林顶自然公园。这个林顶自然公园呢，它有视野非常好。那前2年公共电视有自播一个斯卡罗剧嘛，那斯卡罗剧里面的一个廊桥18番社的这个所有发生的景点，就是在恒春半岛。那我们的林顶自然公园就是有一个斯卡罗视角，它可以俯瞰这些发生过的一些历史故事场景都在那边。那我们很希望游客可以到我们的林顶自然公园上面来，然后来缅怀这些曾经发生在我们恒春半岛，甚至我们村子里面的一些历史的故事，这样子。所以其实对于保利村的话，其实虽然你才回去3年半，其实你对保利已经非常了解了，然后甚至它的一些过去的一些历史啊，甚至说现在可以介绍谁去。应该说可以介绍谁到什么地方去玩，其实你都可以很清楚的是说清楚的。尽量在学习中。可是对各种人来讲的话，其实回到自家故乡安久以后，那发现讲其实离开故乡安久的，可是对故乡嗰度事情其实都唔多记得的。但是各种这个有心，嘛可以慢慢的好，因为嗰度事情已经等你大家等于发现。今天非常谢谢立新姐来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很多您的故事。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休息一下哦，再听下欣赏来强化运动哦。阿康福起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的面书点赞，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